欢迎来到现在料理网，好不容易呢把胡哥干掉，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嘿嘿嘿嘿。你怎么都？你马上听失错哦，等一下，喺冇幾樣長嘅騎馬來，馬上聽嚟幹掉。我已經就糖到誒，我怕物嘅事情發生。來，騎馬來啊！騎馬來啊！我話判斷。來，偷師料理啊！唔該嘛哦，誒，頭擺關公佢騎咗咁嘅赤兔馬哦，誒，佢王神嚟啦。好啦，哦，來，今日啊，偷師嘅料理啊，今日準備係偷師炒長江豆、酸豆。酸豆係，酸豆同一般人嘅偷幹，那係冇咁樣。偷幹吼冇共用，然後入果，然後入醃入果，韓國啊，為邊佢會食啲咧蒜，蒜，哦，佢哋係蔥頭啦，然後個入果，那個細果，佢是邊個用嘅長江豆，個蔥頭啊，煮湯嘅用嘅，顏色會比較深。哦，然後炒肉是最好食的。哦，哎，炒肉最好食。炒生啊，基本上就在糖有點像下酒菜哈。下酒菜、下飯菜。哦，哎，來，啊，聽說嘛，最適合你。哎，呀，讓我切埋好咧，先來看點種誒木頭絲。表示你去看看。樣家做呀？哎，我自己做嘅。哦，然後差唔多半年。好食吧？你唔係從冇被買嘅，因為凍咩下面入下面咧，所以有啲像乜嘅豆腐魚嘅嗰種黃色嘅嗰種，要長嗬。你一當好食，你一自己做啊，是最安全嘅。你一讓我切，要啊，要啊嗬。係。好。你一刀會好切，你一半切。好。你一出菜啊，其實呢個川菜啊，順前。沒有用嚟出，韓國嘅退伍老兵啊，基本當好食啊，因為啊，你要下辣啊，它會比較下飯。古時有出酸白飯菜，係，梗係你下客家人啊，你下要冬天嚟講啊，因為我配一點點乜嘅呢，下飯的東西，因為你下熱天哦，冬熱咧。然後冬熱吼，是得有酸呢，好快味係嘛？誒，客家人咪當好食酸嘅。辣吼是川菜啦，哦，台灣人好食辣，客家人哦辣係冇辦法。應該要嚇到我，被幹掉。哎，我騎馬騎兩架，好在沒有變成彪馬，我腳馬。哦。翻講你下演員節目啊，凍到後生年都把看。我真㗎，看一點點啦。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，中愛哈，要睇中愛哈，順住落去。好，過來，好，唔錯。其實演員冇講食安嘅問題啦，我哋教演員。不管係人要做菜，又係山區做菜啊。山區做菜吼，我感覺是係轉好搞啦。哦，轉好搞。哦，用咩講咧？你做好食嘅菜啊，你食食嚟後，嗰種幸福嘅感覺，還是強強。嘿，咁冇是強強啊，你是注意咯。可能冇事。佢是強吼，個成就感就放起走出來。係。好。你有啲蒜頭未係啊？蒜頭哦，你一場你一下蛇汁蛇推翻你啊！一下睇汁嘅哦，是剪口嘅下刀，因為啊，蒜頭啊，未共用就嘅加熱嘅當導演種啲蒜頭。我問你，蒜頭啊，發芽食得麼？食得吧，食得。食得吧。馬鈴薯食得麼？馬鈴薯食唔得，馬鈴薯我嘅。豬肉食得麼？豬肉會發芽？唔，我見到腳豬嘅，即係會見腳豬叫個豬麻婆參水煮嘅出來，係呢塊地。你用烤咪就得啦，我就用嚟薄啲魚啊，然後嚟薄腸啦。我想去試下哦，看 N 自家嘅節目啊。哦，炒香油嗬。看到嘅
风电变呛电的时间，欢迎拔。哦，很多人看到。那个等一下，便宜啊，总得个时差那种。看电视哈，杜夫卡看哦，是属于很新。嘿，好彩虹有哈。你脚踏车有吗？那冇人讲，去市场上就是看那个，就是你懂省哎，就是参加奥运哎。做嘛？对的。好。好，三条脚啊。其实你要出啦，你一天就做看看。你要对哪买呢？係啊，你要對菜市場出去要買，菜市場要買，當便宜哦。計一把，你要算一把，一把差唔多40塊左右。40元啊？40。超市買看冇哈？超市你都有超市要買啦，下少你要賺錢嚟傳統市場要買。哦，你要準備好咧。แล้วก็放落去。好，你啊碟火。3分鐘就好了。要說是按夾啊？所以切啦，打咗一股打3分鐘就好誒。人稱我快手快炒一哥，你冇？你快要炒掉我吧？唔敢。還有月姐，月姐，你要東風咧？東風免東風。嗰是90度，有免東風啦，好，你下用啲啲嘅油，因為你煮牛肉啊，要油啊。本身嘅油是做得咧，冇用太多嘅油。你煮牛肉，先炒牛肉。你下當然用因為不粘鍋啦。你下是用你下炒下腳。好，你嚟炒開。油芒滾咗落去啊！鼓手啊，熟巴未啊？你用傳統嘅，也用你魔杖。你為了辣椒啊，然後蒜頭啊，先來鉗香。鉗香嘅時節啦，其實係油煙動態。油煙動態其實係影響。再過來，你係火強猛嚟講，佢蒜頭啦、辣椒啊，當腳會超火辣。炒。你用每兩肉先來去鉗香。鉗香的中間洋薑、蒜頭啦、辣椒，看不出來哈。一般傳統嘅觀念就係，鑊頭係辣嚟燒嘅，要多咯，要滾嘅，就變啊，出火安是做得咧。好，改變一下做法哦，點多來。好，鼓手你下，客家電視台你做你出，當然看成樣嘢，因為看一點鐘就學咗傳。三出菜。可是你那新月 PK 該好看啊？我係樹好看啊！你睇佢呢度咪當用心呢？我用心無效啊，佢有啲經驗。沒錯啦。他是不是賣他是女生，所以說他一定要？沒有，你不好說是不是？不，你選辣麼？是，凍辣咯。懂了。好，有冇呀？辣豆瓣，辣豆瓣，豆瓣醬啊。你看樣嘢出出，聽見冇嘅？蒼蠅可以異曲同工之妙。當好選啊，冇便宜啊。你睇普通哦，你睇布條絲啊。你不要以為今日主題布條絲，它整鍋都要布條絲啊，布條絲它還是當配角你冇辦法做主角。冇人主角條絲啦。你食少唔會幫人布條絲啊？沒有遐冇啊，該可能是動漫動作不也。因為真嘅冇東西好食咧。你睇炒好看啊！你睇煮牛肉，你去炒開。我炒3來哈。大擺阿龍哥教大家講，你睇要滷過嘅菜啊，一定要用乜嘢？你去炒一下。第一，你去除嘅鹹味、甜味啊，嘅香味啊，讓佢出來。不管你係用鹹菜、泡菜，滷過嘅菜啊，細槍炒啊，來炒，你先皮看看。香
哦，古熟安因啊，也條乾也係也按照路過嘅葱頭啊，當好食。好，安尼啊炒差唔多咯，安尼啊五條絲用下去。你講五條絲哦，你咪做咩平常豆啊？平常豆真緊深啲啦。雖然講嘢唔係鹹嘅，誒，啲甜嘅咩冇標準度哦。哎，平常豆啊，還烏沒磨款。做嘢唔係撐嚟，做嘢係螞蟻頭。螞蟻頭，好糊啊！用啲辣椒咩啊？辣條絲椒，有半種。好，你要甜不呢？沒吧？原本愛啦，我哋下看，應該是唔是啊？你下試看看，拜託試看看。一條米嘛？唔是，唔是，唔是。OK，要羊冇羊？唔算啦。我就係試。我看，哪要最後？OK。好，來 OK 吼，安尼是最尾蔥花，安尼是五片粉了啦吼。哇，當香。乜個食咧？最尾用啲了香油。你要食也好。半套。好，什麼？哦，裝唔落。嚟，有好款嗎？你感覺有好款嗎？你可以否定我不敢。真的嗎？你等下會起碼出去嗎？唔係，阿媽意思錯誒。做好咯。喂，來。哦，來，別出。安尼呢，從五條絲啊，炒了因為酸豇豆。上菜。豆豉炒酸豇豆，酸豇豆蔥誒、辣椒誒、蒜頭切幼幼誒，整點高油炒米香，再加辣椒誒、蒜頭、酸豇豆、豆豉炒啊，加條辣條絲醬炒香以後，再加條蔥誒，整條好食嘅豆豉炒酸豇豆就做好咯。